而家好多人就講啦，佢就話商業就商業，政治就政治。長和賣外國嘢，關中國乜事呢？咁我想講就係話，不嬲所有做咁跨國嘅企業，咁一定係政治行先㗎啦。如果你話冇諗過政治嘅，咁我諗你唔係做生意啦，亦都唔係做大生意啦。因為我哋去做生意嘅時候，我哋都係跟翻教科書咁講啦，做一個叫 Pareto Analysis 啦。P 就係講緊政治啦 ，E 就係講緊 Econ 啦，S 就係講緊 social 啦 ，T 就係講緊 technical 啦，技術啦。另外一個 E 咧就係講緊環境啦 ，environment 啦。最嬲尾個 L 咧就係講緊法務啦。政治就永遠行先，所以點解係政經政經？你就唔會講話經政經政，政治一定行頭。咁你話中國破壞咗呢個經濟行先，咁我調翻轉頭，我諗美國應該係破壞先係嘛？大家都記得啦，幾年前中國話想同荷蘭買部光刻機，唔俾荷蘭買。中國想同 Nvidia 同阿皮褸合，想買啲 Nvidia 嘅晶片，佢話最高端嘅晶片唔可以賣俾中國。跟住中國唔可以做外國嘅5G，中國唔可以大疆可以過去嗰邊。咁呢啲完全係政治考量嚟嘅喎。咁中國有咁嘅反彈，亦都好正常嘅。